早 C 晚 A 是啥？这广告怎么打？早 C 抗氧抗糖，晚 A 紧致细腻。哎，怎么停电了？别慌。好呀！珀莱雅双抗精华，抗氧抗糖，提亮肤色。珀莱雅红宝石精华，抗初老，细腻紧致，皮肤更年轻。不是，你就每天试，你别搞这虚头巴脑的，有效果你就夸就行啊。好像真的可以哦，皮肤亮了，摸起来滑滑的。珀莱雅早 C 晚 A。